毛笔是华人历史悠久的文化。其实做题毛笔以前头摆人是用竹笔，古时候竹笔又本人喊做按刀笔的老祖公哦。不过竹笔按用来做，无像毛笔强用传下来，不用竹笔写诗的人更加含糊少的。迄个提高乡民农嘅书法家王金昌写20年的毛笔诗，也多年来依过用竹笔来写，嘅诗又有力又强，又用一路下头前种哪个做嘅做嘅。向下来认识一个比毛笔历史韩国久嘅竹笔艺术。亚种做很多刺竹，哦，很多刺啦。哪一种？那种啦。书法家王金昌同王金勇两兄弟带领奇米沙奇大学的学员去到竹嘅，将安阳嘅种拿同闽农山去一道。都有这种仿竹，像栅栏一样。对，它是从那个竹头角，沿着那个溪，就是种这种竹子，他怕那个外来的会砍头呢。那个原住民会来。人才开发家下，使到闽农喺客家老主公，遇到防有人去讲，种当当嚟做，做到传统农业时代，当到地方都用嚟做，对新嘅竹笋、做纸浆、出家硬货、起屋嘅都做竹牌一道，适宜出行都用嚟到。我一種係我公硬啦，一種啊，係一種都關字啦，像一種啊，咩？一種係胖胖啊，一種做唔得，啊。做得也做唔得，講嘅係做竹筆，喺現代生活當中有當多新材料好用，竹嘅功能就見來見少，拿來做竹筆行下少。有啲個床上啊，個床上，那嗰度做咩？司機一本書寫定天氣中山土木草筆，講係戰國時代，見喺太江蒙田做筆嘅故。做到發明毛筆以前，老祖公係用竹嘅做筆來寫詩，古時竹筆有很多萬筆之祖，竹筆係用嚟做嘅，做咗冇傳下來嘅。王金昌先前資料，同老太王金勇用晒自家見名見學，先用天火布嘅ทัก竹嘅木頭，咩牆削脱過後，鋪到冇辦法再個對鋪嘅，天天嘅一條一條見絲，絲出悠悠嘅絲，就係佢竹筆咧。嗰時我們都係做嘢嘅，個牙膏講啊來用啊做嘅來做筆，吃跟他們我也是嘗試啦。你做了，你越做越不滿意啦。像那個你寫字越寫，沒有一個會說我這個寫得很好，很滿意的啦。其實做毛筆冇咁簡單，同寫詩相同嚇。我都啲講可能來嘗試可能做筆可以寫毛呢。冇想到啊！你做出來筆，本來已經冇簡單寫，結果我感覺到很有味道啊！呢。迄款人用做竹筆嘅奇米沙奇大學，喺台灣當少數農村與沙灘，對傳統嘅工藝有按多乜嘅用法當然欠頭，因為對多竹嘅做筆都寫出詩來，一個過程表現出田中下降同價值。你看睇到今年嘅王金勇先生，伊睇今年做今年嘅筆嘅時間嚇，佢改到嗰種樹葉嚇，我對開始去鋪，開始一下年去繡嚇。像一個東西，其實對於農民來講嚇，對喺啦農村嘅人來講，攏係最基本嘅嗰種樹葉啊。它包含了里山的藝術，然後這整件竹筆用竹筆寫書法的這件藝術的開始，是從砍竹這一刻就開始。那個墨哈。我是建議我們寫字的人一定要磨墨，一定要磨墨，用磨墨寫出來，它有那個墨韻嘛。圖書法學問地度有句話講，咩本五彩，講嘅係明暗層次。王金昌自細就寫題詩，佢今年已經77歲嘅。26年前對岐山國中總務主任退休下來，又本人搶到轉去搞傳藝，總共搞係47年，一直到前幾年呢，爭正經冇搞。佢同老太王金勇對中國書法學會嘅成員，
佢知道用作笔写诗，做得表现出线条极强嘅，尤其係表现出虽然咩按圆圆嘅五色，不過等筆。以前最早都硬笔嘅吼，硬笔都圆珠笔、钢笔嗰度、铅筆嗰度講硬筆，你阿咪代表講個比賽下書法都軟筆嘛，所以慢慢的就吃軟不吃硬。現在牙齒整理好了以後，現在又吃硬不吃軟了。我用竹子寫，看看你能不能突破。用農村菜地做嘅拿來做筆，王錦松在個同奇美沙太寫農村戲劇學校也記咗題詩。其實做筆唔是咩水，係冇一定要寫題詩基礎，冇才跳寫。以前嘅安尼像良好、狼好嘅時候，佢安尼嘅嗰個控制，你用這個它吸墨不容易吸墨。那要得到資訊嘅時間都同人哋講嘅啲情形，教人用做，結果伊也睇做，我也睇做啦。十方藝術學會的會長葉國華，他就來問我們要了一支，結果那一支筆是在青商會選為新傳講書法的代表，那支筆就是我做的。王錦松為咗作筆，未向有名嘅書法家來收藏，多做嘅來做筆，除咗修身養性，佢希望同傳統這個黏起來，用現代化語來講，做自家作筆，自家做。既然竹頭可以做寫詩，也就學講啦，又沙藤嘅地方，睇佢嚟從事可能利用也就嚟教生意呢，做供養嘅咩嗬，也練寫詩，也可以值得提倡嘅一件事情啊。因為字如其人嘛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你寫出來的字就可以看到你這個人的個性，你這個人的學養什麼。王錦松唔徛毛筆，佢徛作筆。佢相信人的生命要精彩，做寫一寫，學一寫，因為寫詩就看得出伊生日係樣嘅。王錦松要作筆，寫出佢一生人的結節同暗藏。